念佛人，我們經常發我哋願，發什經常麼願啊？發咩願啊？願願生西方淨土中，淨土中，是不是真的？真㗎。願生願生西西方是不是真的？淨土中係咪認真嘅真的，咧？真嘅有幾個？願生西方淨土中，呢個得認真啊！現場要調查一下。願生西方淨土中係認真嘅嗎？各位，這個事情啊，這個事情是要用心去確認的，用心，用心，就事論事用心，就係我哋嘅心願呢，係往邊個方向嘅？佢會喺生活中引導我哋，引導我哋嘅心念往呢個地方去一直增加比例。就好似人呢，諗盡辦法去賺錢嘅心願，就係諗住我今年賺100萬，佢就會想方設法去達成呢個目的。如果佢冇想方設法去做咧，咁即係證明佢嗰個心願咧唔係好認真嘅啫，係咪？係咪就係咁簡單嘅啫？好似今日我要到永寧寺，一定諗方設法，有車就車，冇車行路，就係呢個意思。所以願生西方淨土中呢個願，如果係真嘅，喺我哋嘅心念當中，一定會增加咁，增加同阿彌陀佛嘅聯繫，呢個比例會增加，佢會引導我哋嘅心念，開始係強制性嘅。漸漸變得習慣，最終呢融而為一。呢個就係心願嘅力量，不可思議。所以念佛人一定要有咁堅定嘅心願，以咁懇切嘅心願，引導我哋嘅生活，一直往嗰個方向去，咩方向呢？光明嘅方向，幸福嘅方向，無量壽嘅方向。